文化部办台语家庭计划活动，第一期有1800多个家庭来参加。有家长就讲，会当参加扣点数的台语活动，大部分拢是讲故事的较侪。因希望未来会当举办无同主题甲形式，互台语的活动会当更较多元。龟仔年伫倒位？啊，你有看到？这是啥物？龟仔年啊！龟仔年，来，迄个遮大条的对无？这是西洋龟仔年。伊顶完这个敢会老？就是为遮安尼切掉就会使，留一段。哇，这大只的！耶，足大！听到要找龟仔年，囡仔随反应过来，这个菜园是因兜的菜园。这阵囡仔自细汉就伫咧厝的讲台语。去年12月底，文化部推出来试办培育台语家庭计划时，因着申请做正界的台语文化家庭，因为对这个囡仔来讲，用台语生活已经是真自然的代志。高丽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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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高丽菜。我甲恁讲一个，你已经超过啊。参加台语家庭了后，无论是大人也是囡仔，拢爱参加台语活动，扣20点的点数。文化家庭甲翕电影片分享学习成果了后，每一个人得当摕到1200块的奖励金。亲像伫咧菜园买菜进前，妈妈带查某囝去参加桃园图书馆举办的台语广告活动。不过，伊国校啊4年的后生煞无想要对，因为对伊来讲，这款活动受过无聊啊。妹妹今仔就去参加迄故事的，你奈无？因为刚刚伤无聊啊。参加过无聊的，上无聊的，你感觉是啥？聋哑。因为这个囡仔台语已经真认真，有一定的程度，所以妈妈也发现讲，爱因去参加一寡台语广告的活动，拢招袂行。妹妹即马是2年啊，毋过嘛足紧伊就会变做中年级的学生啊，对啊，所以伊可能就对广告书即种活动，可能就会较愈来愈较无想要参加。加上真侪关系，办互台语家庭扣点数的活动，拢是台语广告占多数。嘛有其他的台语文化家庭的妈妈认为活动受过相共，囡仔就无兴趣。细汉拢会使带因斗阵去佚佗，还是去听，伊拢会对你。但是较大汉伊有家己的意识，伊嘛会想要参加伊有趣味的、有兴趣的活动。因也建议文化部伫咧未来新的一期计划内底，会当改变活动内容，办一寡台语运动比赛、电影放送，也是农场、露营这款的活动，提升囡仔参加意愿，可更较侪台语家庭加入。记者陈阿选、曾俊佑桃园报道。